书嘛袂乖吼。咱做伙伫开始礼拜以前，咱三甲做伙同心用安静祈祷的心，恳求上帝来帮助咱伫今仔日，毋拿咱家己备办咱的心来敬拜上帝，嘛恳求上帝来帮助伫咱的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心，无论是忧愁、快乐，以及有甚物款的重担，咱拢恳求上帝来帮助因、怜悯因，加添气力。互咱每一个人，互咱伫主的面前的敬拜，毋单单是咱家己领受祝福，嘛会当鼓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逐角落，咱拢备办咱的心来敬拜上帝。咱做伙安静伫主的面前，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将平安的气力赏赐予阮。当阮来到伫上帝你的殿中，阮会当来敬拜，阮会当来学乐，阮会当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你的话语。主，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主啊，阮知阮的生命毋但领受这个福气，阮嘛常常抱着感恩的心，领受上帝你真理活命的话，要定心有教义的气力。来为主跑走天路，恳求上帝你引带伫阮众兄弟姊妹，互阮备办阮的心，同心伫你的面前来学乐，来敬拜上帝。阮需要你的神来充满阮，阮需要你圣神的感动，感动阮的心，互阮常常伫祈祷的内底去敲找气力，去敲找智慧的心，互阮更较明白要安怎遵照上帝你的道。来行，主阮知你真理活命的话，是阮生命上好的粮食，嘛互阮有气力，嘛要互阮会当伫感动的内底，继续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恳求上帝你引带伫阮每一个众兄弟姊妹，阮三甲伫你的面前，用欢喜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敬拜你。愿上帝你帮助阮伫今日的敬拜，毋但得主你的欢喜，嘛互阮定心得着气力。来继续为主跑走天路，愿上帝你赐福伫阮今早起的敬拜，通成做芳芳的祭，来得主你的欢喜。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要继续为着咱的教会起做的工课，无论伫财务上，无论是咱的侍奉的同工的内底，咱需要恳求上帝来加添赐福，来呼召。来找恳，更较侪人来就近上帝。我相信咱的教会伫大桥五街是上帝一个美好的应允，但总是咱若无祈祷，求上帝亲自来找收割增加的人。我相信咱的教会的人无够气力，咱求上帝赏赐予咱伫圣神的引带感动的内底，伫咱有限的年日，咱用祈祷来敲找上帝大能的气力，帮助咱伫主的面前来引带，甚至来带人来认捌主的道理。我相信上帝要加添咱有教义的智慧，咱搁一摆做伙同心来祈祷，求上帝来呼召咱，求上帝来找恳咱，求上帝来引带搁较侪人来亲近上帝。伫大桥里这个地区，嘛，互咱的教会甲众兄弟姊妹，通成做引带人的勇士精兵。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愿你来呼召阮，主你毋但感动阮的心，通成做主你所找拣竞选的人。阮嘛恳求上帝，你亲自引带阮，互阮有教义感动的心甲气力，受主你的呼召甲找拣，会当去带人、引带人来认捌上帝你的道，互阮明白，阮真做你所竞选，毋单单是服侍你、服侍人。搁较要紧，我嘛会当将上帝国的福音来去人传，互人传去听到、去认捌主你的真理甲活命。求上帝你呼召阮，
搁一摆引带阮，互阮有够野感动的心。无论伫家庭，无论伫阮身躯边的亲人朋友，互阮会当将上帝你伫阮生命中美好的作为来分享出去，互阮成做上帝你好搁真正的罗卜，用主你活命的话，常常甲人分享。上帝你是救人活命的上帝，上帝你是疼的主宰，主你的教会嘛是疼的教会，互阮常常来分享主你的信息，毋是分享阮家己的教。乃是分享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间美好的作为。主啊，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站，引带你的教会的信徒，阮当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上帝你引带阮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心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咱做伙起立，咱做伙同心来唱这条歌，真正好，主耶稣真好。你有相信信主好无？信主若好，当你唱这条歌的时阵，你讲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这是真正对你的心底唱出欢喜的声。咱搁一遍做伙来唱这条歌，咱学乐的声，用较紧的速度吼，来，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咱几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5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乐，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得到我的烦恼，予我大日常，我的耶稣。真正好来，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几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这个时我要邀请咱，你去找。每一个兄弟姊妹，但是我不爱你去甲握手，我要邀请你甲伊讲述，甲伊讲主耶稣真好，你着信靠伊，吼！找每一个人甲伊讲主耶稣真好，你着信靠伊，主耶稣真好，你着信靠伊。主耶稣真好，你着信靠伊。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真，主耶稣真好，我要学乐伊。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乐，我的耶稣。得到我的烦恼，予我大日常，我的耶稣对我真，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乐，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得到我的烦恼，予我大日常。我的耶稣对我真，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我的耶稣对我真，搁一遍咱甲主讲，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今仔我去耶和华人，
记那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要充满。记那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水泉。记那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记那我靠耶和华，一切受挫要拍破。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求歌，恩乐主生命。记那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要充满。记那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水泉。记那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记那我靠耶和华，一切受挫要拍破。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求歌，恩乐主生命。我要欢喜，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求歌，恩乐主生命。我要欢喜，咱做伙来拍鼓啊！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求歌，恩乐主生命。我要欢喜，甲主讲，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求歌，恩乐主生命。祈祷求歌，祈祷求歌，恩乐主生命。祈祷求歌，恩乐主生命。请坐，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阮真欢喜来到你的面头前来倚靠你。主，阮知阮是何等软弱不足的人，总是你拣选阮，成做主你欢喜的百姓。恳求上帝你赏赐阮气力，毋但领受主你的救恩，阮就对阮的心底，通倚靠你得到喜乐的心，通倚靠你主你的福气，毋但要赏赐予阮得到教业的愿望。你嘛要将平安的心赏赐予阮，予阮将一切无属主你的咒诅的性命来拍破。求上帝你帮助阮，因为阮知你是我的牧者，你要引带阮行过死荫的山谷，予阮的灵魂静养，予阮的性命行伫公义的道路。求上帝你帮助阮，予阮常常为记得。上帝你成做阮的路仆，引带阮行伫上帝你所欢喜的路。愿上帝你搁一摆甲阮三个同在，赏赐气力予阮。主啊，阮感谢你，恳求上帝你继续将你满满的恩典赏赐伫阮众人，予阮常常倚靠主你的疼痛，常常为主你来跑走天路，无伫软弱，无伫惊吓，只有单单为着主你所为阮伫阮头前所插的标，阮努力来跑走天路。愿上帝你赏赐加添阮气力，为主来做美好的干净。靠主耶稣的名来祈祷，阿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一件，伊予我倒伫溪水的草坡，带我伫安静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养。
引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伫我对着面前，为我摆善下，应由我的头壳，予我的背满满，稳定慈悲的康，对我一世人，我要徛起伫耶和华的厝，直到永远。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一件，伊予我得伫七水的草坡，带我伫安静水边，伊予我的灵魂清盈，引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伫我对着面前，为我摆善下，应由我的头壳，予我的背满满，稳定慈悲的脚，对我一世人，我要徛起伫耶和华的厝，直到永远。你伫我对着面前，为我摆善下，应由我的头壳，予我的背满满，稳定慈悲的脚，对我一世人，我要徛起伫耶和华的厝，直到永远。咱甲主讲，我要徛起伫耶和华的厝，直到永远。这是咱做位同心来祈祷。主啊，阮的上帝，阮真做你的意爱，是爱遵照主你的道理来行。主啊，阮唔拿着照主你的公义，照主你真理活命的话来行。阮的生命嘛，悠然会当徛起伫你的厝，服侍主、服侍人，跟对主的脚步来行。主啊，阮特别要为着神学生蔡尚恩，伫伊的身上，上帝你引带伊来完成伫神学院的造就的工作。总是主，阮恳求上帝你圣神来引带伊的道路，帮助伊伫头前的道路需要上帝你来甲伊引带带领，帮助伊伫头前要跟对主你、服侍主你，全人全心来奉献予主你用的时，恳求上帝你亲自来甲伊开道路，予伊照主你的心意，毋是照伊家己的意思，是照上帝你所予伊的呼召，为着要救人的灵魂，奉献予主你来用，就传主你的道。就将上帝你活命的话，常常甲伊三个同在，帮助伊遵照主你的指示，行主你公义的道路。愿上帝你真做阮众兄弟姊妹，阮毋若为着阮的需要的人来祈祷，阮嘛为着阮家己本身的生命，伫主你的面前领受主你稳定的道路，阮嘛会当享受主你的稳定，阮嘛着将这款的稳定来分享出去。带人来认捌主，
主啊，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呼召阮、差遣阮，互你的教会成做基督的殿，互你的教会成做人来亲近主、人物主你活命话语的教会。求上帝你帮助阮，就常常读经、祈祷，传主你活命的话语，引带人来人物主你福音。愿上帝你呼召阮、引带阮，特别阮要恳求上帝你来坚固阮正信道的心，引带阮的生命，互阮毋但有臃肿的肉体，嘛互阮有臃肿的心智，常常甲牧者、甲主你所赐的罗卜正中一同工，常常为着彼此来代祷，常常着掠掉阮对主你起初的疼，活伫上帝你所欢喜的道路中。恳求上帝你引带阮伫今日的敬拜，通过阮伫你面前的敬拜甲学乐，通得主你的欢喜。特别我们继续为着公道，为着做国际社会以及教会甲主你的信徒，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愿这个时要做伙安静、开声、大声，拢会使，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管的上帝，恳求上帝你信心，加最管的帮助。万管有个天父上帝，只是请你细心感动阮的内心，互阮愿意拍开心门，甲歹的念头捏起来，互阮照着你所赏赐的才能，成做你的路用。当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就互听主的人得到利益。也求你伫手无伫手的位，脚无伫脚的位的时，亲自来调整，完全符伫你的心意，就毋是只阮家己的心意。人心求算道路，就倒你指示人的脚步。愿你保守看顾阮的人生路途。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三甲来启用文第一篇。以色列啦，着注意听，着切实遵守，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伫后面甲笔的地，事事亨通，人业加天找做。以色列啦，着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的命令，恁遮的话着记伫心内。嘛着群教示恁的囝儿，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倒地也是起来，拢着念互因听。搁着放伫手内做记号，放伫地址，着写伫厝的门徛，嘛着写伫车门。这是咱的人生诗圣诗159首，请起立吟全首。
时圣歌队后车坐，这时圣歌队要带领咱来献诗。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为着美丽地面。愿永光归伫天顶阿爸爸。这是我来报告。本会消息通知。今年的暑期儿童营定伫7月初1到初4，要举办主题是奇妙之旅，在爱中成长。时间是暗时的6点到8点，对象是小1到升小6，费用是150块。若是有意愿出来有小朋友的，请扫描边仔的 QR code。第2点，本季的就是过去的这季的拜6的社区儿童营，因为学期末的段考周所以老师有调整课程。
调到伫6月28礼拜六的10点举行第3期的预计伫个8月份要择日开课。6月29下晡2点半到5点半，台南中会事务部举行教会法规及议事录书写研习会吼，地点是伫个大湾教会。报名是到今仔日早止，若是有意愿的，就甲牧师报名。教会同工子安弟兄因为人生的规划甲调整，定伫个6月底就要来结束到教会青年事工的工课，愿主纪念陪伴子安弟兄未来职场工作的道路。嘉义中会马光教会林金德牧师，伫个6月11蒙主恩召，伫个昨昏6月21已经举办了告别礼拜，请为伊做关心代祷。这是咱的读本周的金句。也着用这困困甲是你的囝儿，无论你坐伫厝内，行伫路里，困也是起来，拢着讲论。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申命记6章7节。本周的圣经节，今仔日咱要讲到的题目是传道人甲毋是传道甲传道人传心与足坛。圣经节是记载伫个申命记6章40到9节。以色列人着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恁着全心、全情、全力听上帝，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伫遮的话，着记伫心内，嘛着温存教示恁的囝儿，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倒地也是起来。拢着念互因听，搁着绑伫个手内做记号，绑伫个头额提醒，着写伫个门墘，嘛着写伫城门。这是咱木恩同学要用华语过来读一遍。大家平安，我要共读《生命记》6章4到9节。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谢谢。这时我们来为小朋友祝福祷告。好，来，我们家所有小朋友哈，咱感谢上帝带领无论这个咱的青年啦吼，咱治安吼，伊到6月底嘛暂停伫青年的伫咱教会的侍奉，伊嘛会当继续要去找外口的工课，咱嘛继续为着咱的教会整体的事工来代祷吼，咱嘛求上帝引带因，治安子轩甲子云因拄好拜五啦。拜五因去菲律宾，去佚佗，咱嘛求上帝带领因伫菲律宾的这2礼拜，7天啦，7天啦，6天的行程啦，
求上帝引带。来，咱做伙来为着这细囝来祈祷，站开来，站开来一点，站开，不要吵，不要争，好，来站好哦，好，预备好哦，把手合起来，来，宝庆，把手合起来，让弟弟学习哦，哈。感谢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神你所呼召的儿女。我们特别将这一些孩子交在主你手中。主，阮着爱温群教导因，互因行伫上帝你的道理中，毋那因的性命会当得主的欢喜，嘛伫正人的面头前，诚做为主你见证上帝，传扬福音，为主做美好性命干净的人。主，愿你诚做阮的帮赞。赐福阮的教会正兄弟姊妹，常常着教导主女，伫因的生命内底，着温困做主你的工，一生遵照主你的教示来行，互因的生命毋那得主你的固守，嘛会当得到正人的祝福。阮伫你面前嘛，愿上帝你赐福，伫阮的教会的主日学老师甲兄弟姊妹，常常着为着这细囝来祈祷，为着这细囝爸母来祈祷，因拢是未来教会。甲国家社会的正人的祝福，求上帝你引带因，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主你为主最美好干净的人。特别阮嘛恳求上帝你赐福。伫最近虽然疫情有侪人因为确诊所得到身体软弱，阮嘛恳求上帝你亲自来医治甲固守，帮助阮常常伫上帝你所固守的平安的内底，来得主你的欢喜甲正人的祝福。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好 ，OK。好，咱嘛继续为着上恩来代祷啦，吼。今仔日嘛是最后伫咱中间的正道。咱嘛恳求上帝会当更较侪对伊的鼓励，嘛求上帝引带伊。7月份伊会倒转去到伫台北，伫教会啦，吼。未来嘛有机会可以当邀请伊会当来到伫咱中间啦，吼。嘛真多谢伊。伊7月份7月初你生日吼，7月初但是咱教会7月初到初4是有活动，但是伊礼拜7月1号伫台北过完生日，他就赶回来帮助我们的这个暑期的活动啦，吼。咱嘛伫台祷中为伊来台祷啦，吼。好，咱将下面的时间就交互伊吼。多谢。兄弟姊妹平安。今日是上阮伫大桥教会实习的最后一遍讲道。今日我要甲大家分享，主要就是阮厝人的见证，对阿公开始，爸爸接续。过来讲话我一代一代信仰的经历甲传道的过程哦。我伫遮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传道理是毋是只有牧者？传道理是毋是只有等候牧者？其实有的时阵哦，咱会感觉传道理好亲像甲咱无啥物关系，但是这是对的吗？亲爱兄弟姊妹，咱应该委身伫上帝的事工，传道哦，无应该当作是一个职业，应该是一个使命，是上帝互每一个门徒的使命。若是咱计较的是钱哦，亲像委员牧师嘛，伊是读电机的，若是去做工程师吼，
可能年薪200万起跳，对无？做传道人有可能有遮尔悬的薪水无？绝对无可能嘛，对无？啊，亲像若是咱计较的是钱哦，亲像我为虾米我的年岁40才去走去新学院啊？辛辛苦苦学遮尔济的圣经的知识，我的年岁哦，差不多比甲我做伙入去的同学哦，差不多差一轮啦。你知影差一轮的意思是啥物？我的记忆甲我的体力哦，甲少年的已经无法度比啊。但是我伫新学院的时间哦，佫进到足长的，比其他人佫较济吼。甚至我也去修音乐系的课，也去修下岗的课。而且吼，我的2个原文的课程哦，就是希腊文甲希伯来文哦，佫拢是佫拢是全校上悬的，差不多接近哦，差不多满分的程度。2年前我是新学研究所第1名毕业，去台下顶摕旗仔的迄个。明明新学院哦，甲一般的学校无共啊，就新学院第1名到最后1名，其实拢共款。应该知影我的意思哦，因为第几名毕业根本就毋是重点哦，重点是你老师有要交互你出去分派无，这是重点嘛吼。所以你第几名完全无人会看哦。啊，为虾米我遮尔长的时间浸伫新学院学习哦？因为我毋是将即个当作是一个职业，我是专心来投入。我的阿公甲老爸哦，伊长时间拢伫庄骹、伫弱势、无牧者的教会帮忙哦，一直到教会建堂完成，也是已经会友增加，到已经有够侪人会当来聘牧。我的爸爸、我的阿公就等教会聘牧了后，就离开去另外一间需要帮忙的教会。因的行为、因的表现哦，也影响我足侪。毋过伫即个世代哦，咱上界习惯要安怎来看价值、看人的价值。其实哦，咱做习惯用金钱哦来准则咱的价值哦，而且影响咱的视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若是问到什么是生命的价值，其实生命的价值这更较重要。咱反倒转足少咧教导，足少咧讲，这绝对毋是用金钱通计算的。生命的价值是看咱做了啥物。伫我厝内底教导，钱只是一个工具工具钱是奴仆，钱绝对毋是主人。圣经安怎讲？圣经讲，伫民数记第6章头拄有读的包括咱的启示录第1章，最重要的诫命道理是啥物？以色列，你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命令你的遮个话，你着记伫心，也着用安尼群教示你的囝儿。无论你坐伫厝里，你行伫路顶，你也是困你起来拢着爱讲论这。所以你着爱用你的手做记号滴伫你的2蕊目睭的中央做纪念佮爱写伫你的门怀，一直你的门所以其实，什么是信仰的教导？信仰的教导是需要有啥物？有言论、有行为的所以圣经才讲无论你是坐伫厝里，你行伫路顶还是困，还是起来你拢着爱讲论。这就是你爱将你的信仰放入去你日常的生活中、日常的定事中。囡仔人因拢会看啥物？看是大人的行为因需要有好的家庭的教导。咱需要来想看觅，咱安怎将礼拜日敬拜的内容、敬拜的物件、敬拜的意义放伫咱日常的生活的定事中，安尼才会当啥物？延续拜日咱对圣经信仰对咱的塑造咱毋是只有礼拜日才是基督徒，其他时伫外口，就甲外口世界的人拢共款，拢无啥无共若是安尼，咱青少年
因拄出社会，因就会受到世界影响，可能越头就走较无看人啊。所以，咱来思考安怎将日常的教导放伫咱的生活中，变做礼仪，搁爱透过厝内底所产生、所选择的礼仪来保守咱规家伙仔的信仰。也是因为安尼咱搁将咱的细囝搁带转来，对世界中带转来教会礼仪当中。比如教囡仔爱友好父母。这伫今年嘛有时常讲嘛，人爱友好父母毋过头前讲有一个条件是啥物？父母嘛应该好好教导你的囡仔，教导你的事实。这伫今年一直咧讲，你若是要好的教导，要安怎有好的后一代，有信仰的事实？咱需要来思考，要安怎知影？要安怎去听人，去付出，去听上帝，去彼此相听。兄弟姊妹，咱学习要安怎听，就是爱对啥物开始？对家庭开始。上早的听是对家庭中生出来的。要安怎去听人，付出你听的行为就是对家庭。家庭是一个会当塑造你的内心的所在。对咱囡仔开始就爱教导咱要安怎去听。兄弟姊妹。家庭真正足重要的，家庭的重要性是学校绝对无法度比的。对国小啊、国中啊、高中、大学加起来拢无法度比。咱需要建立家庭，要安怎塑造咱的信仰，为咱的心来定一个方向出来。毋过，要安怎用啥物方式来教导呢？要安怎来建立家庭的礼仪呢？上重要的就是啥物？爱有行为有形有体。什么是有形有体？因为咱人是仪式化的动物，仪式化的动物。什么意思？就是囡仔人因足敏感的，亲像因若是看图，还是听故事还是充满教导的诗歌因对因拢是足好的。因会加上因会想象力去吸收这个福音，所以真侪家庭的礼仪内面拢有音乐。亲像奥斯汀讲的一句话唱歌的人就是祈祷两遍，所以诗歌的旋律甲内容会当互圣经的故事甲教导侵入去囡仔因的心内。比如讲，咱会当看卖你会当带规家伙仔照基督教的节期去过生活，亲像有降临节、有圣诞节、有主显节、有五旬节、有受难的周期嘛，有各偌节。咱会当将咱人活入去耶稣的生命故事内底，毋只是讲到节期，其实色彩嘛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色彩嘛会当作为你的啥物厝内底一部分，会当帮助你厝内底的气氛。比如讲代表国王的紫色，代表圣诞节的白色，五旬节的红色。你会当邀请规家伙仔踏入去一个搁一个无共款的故事内底。毋只是安尼，这节期阁有属于因家己的仪式，比如全家伙仔每一档拢将啥物降临节的花箍，还是后面过来就是圣诞节啦。后面4个礼拜会参与啥物点蜡烛嘛？4支蜡烛代表啥物？仁爱、希望、喜乐、和平嘛。4支蜡烛的点灯过程中，佮刷来后面大灾节期，咱会当选一个暗时、2个暗时来敬接，透过巴肚枵甲咕咕叫的声音，了解啥物是枵、喙焦、希望伊的人有福啊。咱需要掠条每一个时机，伫周间、伫平常，爱培养你的囡仔行天路的礼仪。这种家庭的礼仪需要透过你的五官，你爱去鼓励、带领你的囡仔，不断重新去认捌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福音，互福音徛牢伫因的内心，才袂互外口世界的礼仪世俗的物质渐渐怪去。伫遮上，阮爱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咱大家来想想，今日咱即马阁有代代相传的图案吗？毋知大家厝内底哦，敢有咧做家庭的礼拜，还是规家伙哦做伙食饭的感谢嘛是，旅游进前哦做伙祈祷嘛是。我互大家来看一张相片哦，即张是我阿公阿嬷在世时哦，规家伙啊过年所翕的全家福哦。伊有3个囝，新妇甲5个孙。伫头前咧抱一只狗仔的，就是我哦。对，我有饲一只狗仔吼。中间是我的阿伯甲阿姆，阿伯是斗六教会的牧师，退任，即摆已经退任啦，退任牧师。倒手边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哦，正手是叔叔甲婶婶哦，阿一甲迄个阿金哦。我的边仔就是上鱼，上鱼是阮阿伯的囝哦。咱厝里阁有3个查某孙，3个查某孙的名做好耍的，叫做婷婷、佩佩甲柔柔哦，拢是我阿公我的阿公号的哦。我阿公最爱号叠字哦。亲像奶奶边仔即个就是柔柔，我叔叔的查某囝哦。柔柔边仔就是佩佩哦。可是即张图哦，阮妹妹婷婷无伫的哦，已经结婚，所以讲去另外一边过年啊哦。阿公阿嬷已经过往几啊年啊，但是即个全家做伙围炉的相片、图像哦，搁伫我的脑海中哦，这是咱家族的回忆哦。伫遮我先讲一首吼，阿公阿嬷在世时吼，因足爱唱的诗歌，叫做《恳求上帝施恩赐福》，特别是伫过年要围炉的时候，咱规家伙仔拢会围一个啊，来做伙来家庭礼拜。开起身吼，就爱先唱即首歌。我的阿姆会弹琴，我的阿公阿嬷，我的妹妹婷婷吼，甲佩佩2个查某孙，伊会唱主旋律。阿金吼会唱 alto， 我甲叔叔唱 tenor， 我爸爸甲阿伯唱贝斯哦。即首歌就是等的哦，咱的回应诗哦，咱的回应的诗450首。古姓诗嘛有433首，所以我想大家拢作识的。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处对真人，所以咱来看一下这歌词的内容，你会发现为什么家庭礼拜我阿公一定会来，咱来唱这首歌来开始，因为这首歌就是阮兜的礼仪，时代的教导。我邀请兄弟姊妹甲我做伙来读第1节，恳求上帝施恩赐福。保佑一家安乐，是大是小，信主基督，大家三条和睦。第2节，父主主孝，夫妻保老，兄弟姊妹和好，虔诚祈祷，困读圣经，正做属主家庭。第3节，全家大细，做主见导，所行。教主法度，待人接美，为主见证，凡事做主光丁。第4节，安分守己，敬虔知足，毋敢放纵私欲，也是快乐，也是艰难。求主赐阮平安。第5节，打求救主，点阮中间。正做约旦乐园，大家三听，彼此和睦，享受地上天国。亲爱的姊妹，这首歌的歌词足水的，这水的信仰就是需要传承，就是需要一代搁一代去教导，爱是大是小，信主基督，爱三听和睦，爱虔诚祈祷，勤读圣经，爱全家做主信徒。所行照主法度，爱为主做见证。因为咱求的毋是啥物，咱求的毋是伫地面上的荣华富贵，是将来要得到的报赏。拄则讲到我的阿公，伊就是一个所认真的传道人，为主做工40年。较早时吼，伊偷偷去谈南神咯。毋过迄阵吼是国民党政府毋是介优先啦。所以还袂读满一档哦，就互厝边
减去哦，就鼻仔蒙诶放弃哦，溜了哦。我阿公虽然新学医无毕业，毋过伊后面嘛将伊诶大汉后生吼，我诶阿伯宗伟吼献互上帝，入去新学医内面做长老教会牧师。后面我诶阿公老啊，无力徛讲台啊，甚至爱坐轮椅哦去当讲台顶哦。我诶阿爸哦，拢看袂落去啊！你退休遮尔久啊，搁坐轮椅去讲台顶哦，所以我阿爸才开始帮我阿公哦徛讲台。结果目睭一年哦，就是20几冬过去啊。所以直接讲到我阿公哦，蔡天贵哦，伊是安怎的一个人？伊拢是去庄脚哦，弱势无牧师的教会帮忙。伊一面有伫学校教册，一面做传道人，属托传道哦。40冬的传道人的生活也吼，伊牧养过教会嘛足侪间，有龙田、古南、过高、北港、盐水甲湾里哦。为虾米伊会开始做传道人？我阿公少年时有一遍，伊的身体足无好诶，时常哦胃出血哦出血哦，伊有7遍胃会大出血，最后医生哦甲厝里的人讲啊，你这人无救啊，恁哦领转去啊，准备后事啊。我的爸爸甲我的阿伯迄阵哦，牵我阿公的手，阿公倒伫门床顶哦，啊，讲着做看着囡仔安尼哦，啊，他国小做毋甘呢哦，伊就讲上帝啊，求你医治我这条命，我要互你。足奇妙，阿公讲了，胃出血哦就停啊。所以阿公哪有这种心呀？伊感觉足奇。足神奇的，所以伊开始哦，就到庄脚的教会开始吼传道理哦。本来可以去读神学院，就是这个原因哦。伊才开始去庄脚弱势无牧师的教会开始传道，一直到年岁大，搁吼拜托我的爸爸哦，你嘛爱去传道，所以才开始哦。所以这20几冬，我爸爸嘛帮衬过7间的教会建堂也是拼幕。第二到我的爸爸嘛破病嘛着爱啊，后面我受到我爸爸的影响，我嘛来到新学院哦。龙田教会哦，龙田是我阿公的第一间牧养的教会哦。伊去牧养啊，1961年哦，就顺利哦升格堂会哦。当时间哦，阿公嘛伫遐起牧师馆，搁63年哦，搁邀请哦一个丁传道、丁荣林传道来。才离开哦，啊！1965年哦，丁传道就封牧啊，搁来阿公就去古南教会帮忙，伊去古南3遍，对报道所开始哦，一直到堂会建立哦，一面徛讲台，一面帮古南教会拼牧。若是有因为庄脚教会较歹拼牧嘛，若是有拼牧，伊就离开去别个所在帮忙哦，亲像去过高哦。所以伊3遍去古南加起来时间是28年。一直到2001年哦退休，所以古南哦足爱阿公诶。2014年哦，新藤迄个新的教堂哦落成的时阵哦，搁找阿公去哦。所以即马我2023年哦去古南遐迄个代表新学院去遐请安嘛，看到内底一大堆后面一大堆阿公的相片哦，因足爱阿公诶。中途阿公嘛去过高教会帮忙建堂甲拼牧，迄时哦过高教会因为经济原因哦，人嘛足少，本来哦中华要取消过高教会，叫信徒去破主，也是新港教会哦。阿公就是不忍心呐、就是等古南较稳定哦，而且拼牧了后，伊就去过高帮忙，而且伫1970年开始建堂哦，到1971年哦献堂。后面阿公到退休了后，因为阿嬷破病嘛，阮规家伙仔就接阿公阿嬷来台南照顾。虽然阿公已经退休来到台南，有一寡较弱势的教会嘛是找阿公去帮忙，所以阿公嘛做认真去帮忙哦，亲像盐水甲过高，盐水甲湾里哦，一直到教会人数较济，有法度拼牧了后，阿公才离开。05年哦，盐水教会哦，柯文堂牧师伊退任啊，所以教会请阿公去帮忙徛讲台讲道吼，
毋过无偌久，我阿嬷就中风啊，所以我的老爸哦就接阿公的位哦，就去遐帮忙。阿公你阿嬷需要照顾嘛，所以我爸爸才开始徛工台，就是对迄阵开始哦，一去盐水教会就是3档，从盐水教会对40几个人带到差不多150个人，帮盐水教会拼无了后，爸爸才离开哦。迄时因为阿公住湾里，看到湾里教会会友剩无30人，因为有牧师的关系，搁无法度付社礼吼，所以阮爸爸就去盐水教会转去啥物？转去湾里教会帮忙，一直到2001年吼，湾里教会聘牧郑泽宇牧师吼，所以2010年哦，爸爸2010年聘牧了，爸爸搁去基隆吼建德教会吼讲道，结果两个月后哦，就顺利聘牧啊。过来，迄阵伊嘛对台东调来基隆啊，调来基隆了后喏，教会聘牧了后，继续去另外一边啊迄间暖暖教会有帮忙。暖暖教会甲爸爸讲啊，你拜托你来3个月，咱就会聘牧啊。哦，好，无问题。结果去吼，3个月了后，搁3个月，搁3个月哦，搁加半冬吼。因为暖暖教会做火热了，做想要做培灵的工作，所以爸爸去哦，差不多第2个月开始哦，一场礼拜就变做7场哦，拜6拜是全满哦，因为伊拢在做培灵会哦，搁边仔哦有原住民的教会，嘛规定人带去哦，带去做伙培灵哦，所以拜6拜是拜搁全满哦，所以暖暖搁延半冬才聘牧哦。暖暖教会任务完成了吼，迄个礼拜日咯，这是我老爸讲的，我感觉做好耍的。伊讲哦，伊讲暗时伊着做梦哦，梦着有一个崇义街，伊讲哪有崇义街这个名才好耍，因为阮爸爸叫崇义嘛，伊着去看Google 有一间崇义街，边仔有礼拜堂，伊着走去看卖哦，伊拢叫做7道教会哦，伊拢毋知即间礼拜堂，结果伊去哦，惊一个，为虾米？伊发现哦，这教堂看起来哦，破破烂烂哦，而且哦边仔个是就是像废墟，那个幼稚园关起来嘛，啊就整个很荒凉啊，边仔是幼定的空地哦。礼拜结束才知哦，因为教会前一段时间哦有纷争啦，结果牧师嘛走啊，啊会友剩无啥物人，啊住喺伫3楼的违建的地方哦。所以迄阵师会哦，爱报告讲新来的朋友哦，有一个长老看到阮爸爸讲，你毋是基隆法院的院长吗？因为基隆足细嘛，只有一个市长、一个院长嘛，所以足好认呢，就认出来哦。所以伊就后礼拜无人徛讲台，你来分享好无？伊毋知伊有咧徛讲台，就叫伊去分享，结果。请伊去分享了后，就7道就开始啊。阮爸爸第二礼拜去分享了后，因就拜托阮爸爸继续帮忙。结果阮爸爸毋知为虾米啦，生出一个很特别的勇气哦，讲好，我会当来你遮帮忙，毋过要求恁一定爱建堂。我想听起来足奇怪，哪有第一遍徛讲台，别人拢无熟悉你去你就甲迄个教会人讲好，我来帮忙，毋过你来建堂。有人安尼个吗？我想应该，我嘛是第一遍听着嘛，感觉做神奇哦。毋过上特别的是，因着开小会就同意啊，所以搁开和会一致通过，所以就开始拆掉旧的礼拜堂哦。搬到隔壁的民宅遐，这个所在就开始建堂啊。一直到2012年哦，阮爸爸伊就肺腺癌2期哦，伊切了3片半的肺哦。其实这医生拢讲你上无爱休困半冬哦，结果毋过阮爸爸2礼拜就出院啊，因为第3礼拜搁转去徛讲台哦。一边服用标靶药物，一边站讲台哦，一直到2014年哦，
聘牧乔牧师吼才离开哦，全教会迄阵拢无人知影伊着癌的代志。2019年哦，中兴教会哦，陈牧师离开，会友较少嘛，所以佫欠啥物？主要是欠建堂，迄阵咧建堂欠7500万，所以因为我老爸以前伫台北中兴念书嘛，中兴大学念书，伊就去中兴教会，所以吼，伊就讲好，我转去帮忙，一直到2022年哦，建堂款7500万全部还好了，所以阮爸爸的代志，我头拄仔好亲像足详细、足紧讲过哦，因为我本身较清楚。毋过我的阿公哦，这40当做啥物？我知影其实无讲算介济哦。我知影上详细哦，是我代表新阿院哦去古拿清安的时阵哦，迄边的吴长老甲我讲的。其实我时常咧想，是毋是我阿公的影响，我的爸爸才会开始做这团队的工课。我嘛是受到阮爸爸的影响，而且受到足大影响哦。其实阮爸爸的所行所做影响我真正足济。我拄则讲到阮爸爸的经历吼，可能大家听过去感觉好亲像这代志听起来足简单对无？其实其中有付出足济的心甲见证哦。亲像头拄仔讲的，2008年去原理教会帮忙，2冬半以后，2010年哦，聘牧，阮爸爸就离开，可能只有2-3句话哦。毋过迄阵，阮爸爸伫倒位？伊是伫台东哦，伊个人是伫台东做院长啊，所以伊伫台东会换伊做院长嘛。啊，做了拜五下班了后，伊就随坐火车，甲妈妈坐4点半钟的火车，转来。礼拜六、礼拜日规工拢伫教会，甲拜日暗时搁坐火车转去，是安尼哦。这搁无算困难。2009年有啥物代志？莫拉克风台，规个南回铁路拢互风台破坏啊嘛，对无？伊只会当长途哦，开迄长途转来，迄路吼，南回的路哦，全部拢是歹去。迄公路会当讲是柔肠寸断哦，是足歹行的。所以伊暗时安怎开？而且南回暗时佫会啥物起大雾，转来时间佫会起雾哦。所以伊个开那个雾灯、远灯哦，有只会当照着头前5公尺尔。所以两边的路佫拢是歹去，所以只会当一边按喇叭一边开，开到回来安尼啊。所以转来一抓到台南的路哦，爱开9点钟。伊就一直安尼开，每一遍转来拢是半暝啊，3点半、4点才转来哦。一直到佫过东岸吼，原理教会聘牧郑泽宇牧师哦，伊才离开哦。所以有一遍哦，我有记得是阮爸爸的身躯无爽快，所以迄礼拜日暗时我就讲啊，我来偶尔尽一下孝道，我就载阮爸爸。转去台东哦，开车开到半暝3-4点，啊，我困一醒了后，我才开车开转来台南哦。转来时可能是小时无啥够，所以讲哦，那路较做歹行的，爱一直迄个踩刹车哦，踩迄骹动哦，叫我规路我骹后面就一直抽筋，后面我就开始哭啊。我流目屎，毋是因为抽筋咧疼，是因为我心其实足毋甘的。你想讲原来你遮尔辛苦，我听我拢感觉无啥物所以我愈来愈会当知影阮爸爸属奉的心，知影啥物是全人的奉献专人的奉献因为我嘛对阮爸爸的身躯顶开始体会到，其实我阿公伊奉献的心地是安怎。所以我伫国外的时阵，我嘛开始伫组织团契啊，还是团福音的工作。转来开始伫大学教册的时阵，嘛做认真咧走迄校园团契佮成立一个南部毕业生团契，足大的超过100-200人的团契所以当然后面来读神学院啊，我所讲的过程可能毋是介精彩，毋过是全家伙啊，拢有即个
祝福，拢有即个献身的心。咱其实毋是看重世俗的荣耀甲金钱啦，可能有个人感觉你是毋是职业也是工课做甲足好，所以你一定是足有钱，还是足有啥物？其实咱厝里的人，拢毋是看重这物件，亲像他拄仔歌词所写的，爱安分守己，爱敬虔知足，爱专家大细，做主信徒，所行教主法度。所以最后，我嘛是来到新学院，希望会当为主来用吼。希望最后一遍今日的见证会当鼓励着在座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为主拍拼，为主做工吼，正做主做好的车用哦。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伫阮生命中引带。主啊，求你的光照阮头前的路。感谢你对阮的疼。阮清知主，你是阮的牧者。有主你的引带，阮就袂惊吓；有主你的带领，阮就重新着开力；有主你的陪伴，阮就得到真正的平安。主啊，恳求你甲阮同在，支持阮，鼓励阮，教导阮怎样用圣经来教导阮的时势，也提醒阮爱有孝敬父母是大的心。主啊，阮会尽心将这信仰传承予阮的时势，阮也需要对你来的智慧，予阮了解怎样教导这时代的少年人。主啊，阮愿意用奉献的心，认真来服侍你。虽然阮拢毋知头前的路，但是阮知一切有主你美好的旨意。阮将这摆列伫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怜悯阮，保守阮，继续带领阮，引带阮，也请主保守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的身体。阮将这摆列伫你的面前，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三个大金会用诗，圣诗450首，请起立吟全首。
咱准备心来奉献。这是咱的任，这是咱的任。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受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卫生，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教导。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人民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姊妹，这首歌吼较特别，403吼，我甲大家讲一下，这首咱会当投影片后一啊。403吼，这首歌伊开始时有一个领唱，我的领唱第一句话咱大家才开始唱，所以有4节拢是安尼。主差遣我，后面咱做伙唱。主差遣我，主差遣我，耶稣求你差遣我，安尼。好，咱开始。主差遣我，主差遣我，主差遣我，耶稣求你差遣我，主引错我，主引错我，主引错我，耶稣能力引错，主充满我，
今日无需要足倒，为我足倒。哦，主导好，好，咱重新来领受上帝来的恩典。主啊，求你的圣神甲阮同在。主啊，求你的灵甲阮同在。主啊，求你甲我同在。耶稣，求你甲阮每一个人做伙，无论伫当时，无论伫倒落，无论你即马伫啥物所在，也是伫线顶，也是你即马伫会场。主啊，求你拢照顾每一个人。主啊，阮愿意将阮的一生拢为你摆列，阮愿意将阮的一生拢为你献上，奉你来差遣。主啊，求你带领阮三位一体的神，带领咱对毋论伫倒位，伫平时，伫行路，伫工课，伫困眠，拢甲阮同在。奉三位一体的神、上帝、圣囝甲圣神的名来求，阿免。